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17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昨的本土个案有25000多例，死亡个案72例。虽然讲这疫情有豆豆仔伫咧转好，不过国内即阵已经出现头一个 Omicron BA.5 社区感染的本土个案，是一位20多岁女性。伊这半年来拢唔捌出国，专家认为讲 BA.5 有可能早着探入来社区，估计8月底会开始大流行。新冠本土疫情有较降低，10日增加25251例本土病例，全台只有新北市病例数超过4000例，中重症有165例，死亡有72例，整体疫情甲顶一周八比下降10%。今天公布的72位死亡个案，其中有65人（约90%）有癌症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史。在疫苗接种上，有52人（约72%）未打满3剂疫苗。在年龄上有47人（约65%）年龄超过80岁。国内出现第一例 Omicron BA.5 社区感染本土个案是北部20多岁女性，半年来无出国旅游史，感染源要来调查。部分接触者 PCR 拢是阴性，不过有一个集场接触者出现症状，被确诊过，目前 PCR 结果还未出来。有学者认为 BA.5 可能早就伫社区传播，不过因为第3剂疫苗注射率有70%，加上5月、6月自然感染率悬，有抗体保护，有个8月底左右，才可能引起一波本土大流行。除非是说 BA.4 跟.5占我们的确诊人数的这个比例要到达30% 以上，比较容易引起比较大波的一个感染。虽然目前还没有到达这个比例，可是我想指挥中心应该会持续监控 BA.4 跟 BA.5的社区传播状况。指挥中心强调，因应 BA.5 社区感染个案，会调整本土个案定数比例，为原本境外本土7:3，调整做1:1。后续若境外移入个案大部分是 BA.4、BA.5，对用本土个案定数为主，加强社区监测，注重囡仔重症加重复感染个案。另外，也鼓励民众赶紧去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上新消息来关心不幸的消息，这是高雄真定定东四街一栋公寓2楼昨暝发生气体爆炸意外，规栋厝都火烧，住伫咧2楼姓王的女性活活烧死。昨暝发生气体爆炸意外所在，就伫咧2楼。爆炸发生的时阵，威力是有够大，门窗拢崩开，玻璃也崩甲脆糊糊。消防队伫咧15分钟后，甲火拍花，发现一个遗体明显死亡，而且规个烧甲乌噜噜。家属确认身份就是姓王的女性，伊身躯边有载一桶假水20公斤，开关阁开开，无排除是自杀身亡。再来看南投有一间生技公司19发生枪案，4个人死亡，1人重伤。法院即阵是认为讲，这个姓李的嫌犯有可能会逃亡窜口径，裁准收押禁见。也若替嫌犯暗号，互伊有所在通避的永盛馆经理是以5万块交保。大批的警力15号下晡2点来到大龙市中清路一间永盛会馆抓人，顺利逮捕涉嫌犯下南投草屯知名生技公司枪击案的李姓嫌犯。15号暗时，李姓嫌犯被移送南投地检署，检察官复讯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李姓嫌犯落网了后，供称杀人的动机是为了报仇，因为8年前伊伫咧生技公司上班的时阵，捌甲翁姓科长起口角，后来攻击对方，被以杀人未遂罪起诉。法院上尾判无罪，但是伊离职了后，嘛是对当初捌调解造成的偌氏负责人等人怀恨在心，加上过去3年4月，徛家又搁伫咧生技公司附近，几啊届甲公司的员工起冲突，较会起甲计划杀人，上尾以行刑时近距离开枪杀人，造成4死1重伤。伫咧枪击案中为活落来的偌姓负责人，目前还未脱离险境。或许还是会影响到他的语言跟他的肢体的活动的这部分，那失忆的部分，这个可能多少都还是会有。另外，针对嫌犯的枪甲枪支来源，也佫有是毋是有共党，将会是警方锁落来调查重点之一。记者南投台中综合报道。
带大家来关心天气。今日受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下落地阵雨，各地温度是拢真烧热。气象局呢早起嘛针对9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其中双北甲花莲高温有可能会来到38度。咱斗阵来看温度。今仔日呢，西南部不时会有局部的地阵雨。过昼呢，中南部有机会落雷公雨，北台湾往山区的所在会有机会落西北雨。各地温度是拢真烧热，热乎乎，高温是34度到38度。即阵气象局已经针对上北市等9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啊，这气温呢会超过35度。也若受西南风沉降影响，东南部会有火烧风，花莲会有38度的极端高温，提醒观众朋友出门就要注意早日，唔好拍到，也要加啉水。再来关心花莲港初二发生一桩公安意外，一只在大理石的货船伫咧码头落回时阵，这钢索转向断去，33吨的大理石转规个落落来，甲一个工人地死，敢有过失致死的这个刑事责任呢？公务公司已经要求业者就要提出检讨报告。查某人下半身护石头坠碎，断成2轨。花莲港第14号码头7月初2发生死亡公安事故，一只载运大理石的货船伫落回时阵，技术因为尾压缩断去，当33吨的四角形大理石落落来，伫下面作业的63岁姓海工人被负险，互石头击到当场死亡。花莲港务消防队救护人员抵达现场，已发现死者明显死亡。本案已经报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相验。花莲地检署上验遗体初步检判是意外，家属也对死因无意见，希望会当将遗体收复。检方表示，等待这案事检查报告出来，会厘清迄当时操作过程敢是有涉及过失致死等刑事责任。该作业船系载运大理石至花莲港，再由吊车以缆绳吊挂至码头处，因吊挂大理石石块作业时，缆绳摇晃后断裂，不慎压制船舱内工作人员。花莲港务分公司初步认为，吊挂作业有需要加强甲改善，已经要求装路公司针对标准作业流程提出检讨报告，要求未来袂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咱斗阵来去现报纸，先来看《中国时报》。为着鼓励海外资金回台来投资，政府设2年的减税优惠，统计到去年尾，计共3559亿会回回来。离投资申请只剩5个月，经济部即阵统计，实际投资金1437亿，回回来总金额只达到4成。再来看《联合报》。军方统计，这国军5年来自杀人数有83人遮多，伤害家己了后有救倒转来有264人，无通报的可能佫较侪。立委认为讲国军的心理健康袂当等，也点出心理辅导人员完全无够。再来看《自由时报》。国内疫情有咧转好，教育部宣布111学年度会扩大开放境外生专案入境的对象，准若加上资本就有开放的对象，唔是变学位的非学位生有4万多，也若学位生有2万多人，新学年计共有63320外外籍生会来台湾读册。来讲，日本的打算要伫咧今年9月替安倍晋三办国葬。日本政府敢会安排台湾人士来参加，外界拢伫咧关注。日本的外务大臣林芳正表示讲，这未来会搁再讨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奉庆吉身亡，总理只邀请至亲朋友出席追思。副总统赖清德以私人的身份去日本调研。日本政府要伫9月举行国葬，有了到时阵各国政要组织，日本政府敢是会安排台湾人士出席，也受到高度关注。この海外からの参列を含めてですね、政府として今後適切に検討してまいります。另外，立委建议应该派出相当层级的代表性人物参加。国民党方面，党主席朱立伦顶日表示，已经代表国民党到代理交流协会致意哀悼安倍。那日本有办公开性的活动，一定有人去日本致哀。现在日方已经宣布，就是
安倍晋三前首相要举办国葬，但是也因为他的日期现在还没有确定出来，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等他日期确定之后，国民党这方面也会再决定派出席的人选。那如果日本政府得变的话，我个人甚至建议蔡英文总统可以代表台湾到日本出席国葬，对安倍致上的感谢。国内最近也有不少民众前往热带交流协会了解安倍，台北市机关洪建议将协会所在地庆城街予以和平巷划好。台北市长郭文德表示，会当叫做安倍巷，会甲协会先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民众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高虹安昨是办团结大会，党主席郭文天呢也行卡到亲身来徛台。因那民进党的参选人沈辉煌是提出台北市忠孝桥引道的拆除案，有质疑郭文天讲无交通专业。郭文天是表示，政策唔好简单用词来讲，要老实有做才准算。参所有参选人把手举起来画加油。民众党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16来到新北市参加民众党团结大会，强调新北需要一个会使让城市更加繁荣进步的市长。不管从学历啊、经历呢，还有一个我们看一个人是看他过去的我们现在英文叫 performance。政党政治是人才培养的竞争啊，那也是，所以我们在培养2年来2年多，像民众党成立到现在，我觉得。他就是我们怎么讲？这个有计划的训练。针对对手民进党市长参选人提出台北市忠孝桥引道拆除案，当初是家己对柯文哲所提出的建议，柯文哲作出回应。那个忠孝桥引道拆除计划，黄大洲当市长时代就已经都设计好了，只是没有人敢去执行嘛。所以我倒觉得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的，重点不在说计划干什么，问题是要做完才算。其实柯文哲市长可以回去问问他最得力的副手珊珊副市长。那珊珊副市长在我宣布投入新竹市市长选举的时候，曾经公开称赞说沈惠虹的专业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以及执行力无人能出戏。柯文哲甲高虹安是反问沈惠虹，若真正有交通专业，为什么在新竹7党外交通依然是新竹市民上头疼的大问题？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电影放上头，屏东大平原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规划水上嘉年华会，和民众呢会当穿特殊的装备，靠后壁有人甲喷水飞上天，甚至会当伫咧空中爬练斗，袂输电影更替人。教练伫水面上登空，也会当倒下下。这项水上活动叫做水上更替人，伫大平原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的水上嘉年华活动中，15民众免费体验。这礼拜六到后礼拜六由教练表演，民众讲免费体验台北着，看演出也真精彩。像张是钢铁人，看起来很厉害。我们除了做钢铁人的这个表演之外，希望他未来也能够慢慢的走向这个体验然后让这个法律能够将它赶快订定法条，让大家都能够来体验这样的活动那部上早引进水上更替人的地区是垦丁，也不过管处明令禁止，也让业者无奈。同款是屏东刷1国2制，也不过垦管处表示，禁止是为了安全考虑。拜六假期台东也出现人潮，拄到悠悠国路上路的第1个周末假日，台东全县大房率平均有高成。每一家的饭店跟民宿的住房率大概是90%以上，有的饭店几乎都达到100%。那尤其是礼拜六跟礼拜日都特别的满房。业者讲，去年总体大房率大约1成，也有饭店无够1成。不过这一摆的人潮，让因感觉大过来啊。官府也统计，为初二第气球嘉年华活动开始，累计10天来，就吸引超过27万人次到台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呢，对2013年开始伫咧设老厝文化运动，除了甲文化保存起来，也希望会当结合观光旅游。最近台北的探索馆当伫咧办展览，小解几来个活化成功的案例，互老厝起死回生有无共的风采。咱到底来行一转？现在介绍的探索馆介绍这些房子是日据时代他所做的。表
表面顶上届19经过去，台北市自2013年推动老厝文化运动了后，重新活化搁再利用的老厝，包括因的背景、修复过程到目前的使用情形，这个老厝的价值已经对文化层面拓开到观光休闲。那这个部分呢，是就可以让民众到不同的老房子去，他会发现这个老房子不是只有我们以前记忆中的那种看看那个文化历史啊，它和现代人的生活是很贴近的。美军俱乐部即马是复合式餐厅，观光局表示，即届台北探索馆办老厝展览，甲活化了后经营较袂歹的老厝，以食室、地价等等做分类，展出这的历史建筑修复前后的资料、文物，互民众了解老厝附近的时空变迁。就是可以看到以前的人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修复来说，与其让老房子闲置在那边，我觉得修复会更好。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每一间老厝拢代表着一个城市过去的发展基地，希望民众透过展览了解老厝的故事。展期到10月底。记者陈阿布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镜头转到美国，美国德州有一对囡仔兄，才9岁、11岁。真侪年来，拢爱伫咧厝照顾渐冻症的爸爸，着爱护爸爸起床，替伊饲药啊。美国的学者就表示讲，估计全美国可能有上千万即种囡仔做看护、踮厝照顾着癌、自闭症的亲人。爱拍篮球、擦贴啊，甲超级英雄，这对为德州来的小兄弟罗兰甲基顿，只有11岁甲9岁，所有另外一边。Can one of you bring the suction machine, please? 哥哥提供啊，放入爸爸嘴内，斗相共抽痰。原来因的爸爸8年前被诊断出渐冻症症，无法度讲话行会，今年透过眼动对中软体沟通，两兄弟早就袂记哩爸爸健康的模样。其实因的妈妈有请看护，按过渐冻症的照护，说是全年拢无休困。We just had to get them to help because there's days of the week where there's no help, and I'm physically as strong as I am. Some of those things you just need 2 people for, and so the boys really just stepped up. 斗相共插稻床，细身躯去便所，几年来小兄弟正做超龄小看护。妈妈望囡仔用正面态度，互照顾爸爸正做珍贵的回忆。不过对小兄弟来讲，照顾压力依然正沉重。It's not easy, but it's not the best thing. Like if there's one wish, it would be that a dad didn't have ALS, so we could do a lot more fun things with him. What do you think red should represent? Anger. 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考瓦诺观察这个问题，提出 YCare 计划，互小看护用得到专业协助。So what we do today is we bring kids together and we give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hands-on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group of professionals. 考瓦诺强调 YCare 另外一个重点是提供交流的空间，小兄弟2人真紧就甲大家算做伙。伊表示，有个全美有千万的囡仔伫厝照顾得到癌症、自闭症或者是心脏病等的亲人。即马高龄化甲慢性病愈来愈普遍，人数可能会继续升悬。公司新闻王亚峰评测。咱那伫咧法国小影的状况是哪来哪严重？即阵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啊！西南部地区对拜二发生2场森林野火，到即阵已经烧掉约1万公顷的土地，至少有11000人过不入将爱脱离因的厝。规片森林拢着火，乌烟甲规个天顶拢砍掉的，因为热天气，法国西南部发生野火。波尔多地区真侪厝甲店拢被烧了了，真侪当地民众甲游客被迫撤离。C'était impressionnant, ouais, parce qu'on a pillé quand même, on avait des cendres qui commençaient à nous tomber dessus, donc fallait vraiment pas qu'on traîne. Ouais. C'était assez impressionnant, mais on a réussi à gérer. Alors le feu continue de progresser, donc cette nuit nous avons continué à œuvrer à défendre toutes les habitations, parce que comme l'a souligné tout à l'heure Monsieur le sous-préfet, nous avons réussi à sauver plus d'une centaine d'habitations au prix d'efforts surhumains de mes collègues sur le terrain qui ne se sont pas économisés, qui sont allés vraiment au contact. 救援飞机一直来回渗水拍火，将7位消防员伫咧头前阻止火势炭火，4人也支援消防设备提供协助。不过西南部地区的2场大火，自当地时间10日开始一直炭烧的面积要到1万公顷。法国总统马克宏也到飞机管理中心了解情形。Nous sommes en train de vivre une saison
exceptionnel par sa dureté. On a d'ores et déjà 3 fois plus de forêts qui ont été brûlées qu'en 2020. Et donc nous avons à la fois un printemps qui a été très sec et des feux qui se sont... 法国嘅新阿兹坦大区，也个吉伦特省当局讲，目前已经有超过11000人自厝内加龙牙地撤离。虽然有部分嘅火势已经被控制，不过也警告讲，伫拜六嘅热天气，再加上风势，有可能让救援工作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欧洲各国嘅温度有影是热甲风挡袂调，英国气象局呢是头届发布红色极端的高温警报，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未来2天，部分地区可能会来到40度，突破过去高温的纪录。英国伦敦的金融区金丝雀尾头摩天大楼之间出现一座新的社区游泳池，220年历史的中间尾头。开辟10公尺长的水道，让无用高压的上班族会当真紧的休喘。在极端高温将要来袭的时刻，摄氏18.5度的清凉水管真正真受欢迎。英国气象局发布极端高温红色警报，10月19日2天，包括英格兰的伦敦、向北延伸到曼彻斯特、剑桥、诺丁汉、利兹等地区，气象局分析，真有可能会入侵2019年7月25，剑桥大学新闻分别是38.7度的史上上高温纪录，甚至达到摄氏40度以上。暗时也未明显转凉，一直到20号才会降温。当局呼吁民众这2天唔通出门旅行佚佗，到时阵火车站可能会减班限速，部分学校将会关闭。一寡病院的预约可能取消，这2天5场赛马也滑停。High pressure currently sitting over the UK will progressively move east across north central Europe and reach the northern Balkans by the middle of next week. These will result in high temperatures for much of western central Europe throughout this week and most of next week as well. 世界的气象组织警告，热浪若是造成高温危害，也会使得大气停止。像卡挂共款，烧掉幼土粉甲大气污染物无法度循环，空气品质下降，对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天气报道在今仔日呢，中南部会落地阵雨，各地温度是拢小忽忽。气象局呢针对9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其中上北甲花莲高温有可能来到38度。提醒观众朋友出门要爱注意早日，也爱加啉水，唔好去晒着。下半部的气象资料，咱斗阵来去看。先来看一个北部温度上低28度，上悬37度。一个中部26度到34度。伫南部25度到34度。伫东部27度到35度。在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未来3天的气象也斗阵来干一下。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